撫摸自己一個敏感嘅位置，讓佢能夠勃起，讓佢感受一下喺冇壓力、冇人逼佢要做愛嘅環境之下接受性刺激，讓佢腦開始解除之前嘅連結，而更加趨向以前真實做愛嘅時候，做愛就係輕鬆，性係享受同愉悅嘅，讓佢習慣呢一種嘅方式，讓佢腦開始有一個新嘅連結。而且當佢到真實做愛嘅時候，因為之前有一種熟悉感，唔再連結住沮喪同埋害怕，咁呢種熟悉感呢，讓佢嘅焦慮亦都會降低，更加容易喺做愛嘅時候呢減少焦慮，有一個熟悉嘅感覺。然之後呢，當焦慮減少，就自自然然能夠勃起，而且順利做愛啦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了解我哋多啲。亦都好希望即係我哋嘅工作真係幫到好多男士。我見到好多男士話可以同翻女朋友做愛，可以同翻老婆做愛，我係好開心、好感動。咁多謝大家，希望資訊幫到大家。有咩可以私信我哋，我希望幫到大家。拜拜。